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坊，我是怡姐。我是妈，A 姐，我超级无敌想要减肥。好，我懂了。哦，不过怎么减就减不下来，减肥好难哦。明明啊，我就吃的很少，而且我有控制食欲哦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瘦。说到减肥呢，一定要赶快告诉大家，减肥叫做杠皮。你刚刚提到的杠皮就是减肥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有很多错误的迷思哦。比如说，大家就习惯呢用沙拉取代正餐，你说这吃下去怎么会变瘦呢？可能会变胖，胖就是皮喽，胖就是皮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觉得啊，减肥啊很重要的就是要用正确的方法。而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？其实我觉得就是少吃多运动咯。方法就是方法。方法就是方法，没有错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减肥要用正确方法才有效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杠皮爱用错嘅方法真有效。杠皮爱用错嘅方法真有效。今天勾勾公好坊呢，就要告诉你，减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用到对的方法。米华，嗨。你中午就吃这个啊？对啊，过完年啊，我的体重爆表了啦！为了要杠皮，所以就吃沙拉喽。杠皮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选择吃沙拉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迷思哎，因为不一定会变瘦，反而会变皮哦。是哦，为什么啊？可是我看很多人啊，杠皮都是用沙拉哎。关键就在沙拉酱啊，因为听说啊，50%都是油哎，所以啊，你想想看，把这吃下去怎么会变瘦？是哦，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方法？定时定量，然后不要暴饮暴食，最重要的是均衡饮食，还有就是老生常谈啊，一定要规律的运动。我说徐小华，你一直说你要杠皮，结果成果如何啊？我觉得哦，只要定时定量啊，少吃多运动啊，才真的会比较瘦哎。那要先恭喜你杠皮成功哦。那么今天要好好的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跟减肥有关的客家话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呢就是杠皮，杠皮就是减肥，减肥就是杠皮了。那其实减肥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对方法，方法就是方法了。用对的方法吧，才有可能会变瘦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变更胖哦。胖就是皮，没错，胖就是皮。所以今天要帮大家复习一整句话，就是减肥要用正确的方法才有效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杠皮爱用错嘅方法真有效。杠皮爱用错嘅方法真有效。今天勾勾公好坊呢，就带您来看看减肥的正确方法。再会喽。